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月初2。今日的是经文是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雅各書第3章13節到18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智慧。以前常常听人讲，会肥的狗袂歹，袂肥的狗才是需要细字。教会有一个姊妹伫山顶的厝内底饲5只狗仔，其中一只体型较大，平常时看到像人，伊会吠几声，然后就安静。其他2只大只狗、2只细只狗就一直吠，但是却哪吠哪摇尾。迄只无搁吠的狗呢，其实是因内底上歹的狗。那咱来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社会一寡现象，甚至咱讲教会中间的一寡现象，咱就无困难发现什么人是有迄种对天顶落来真智慧，或者是讲有一寡人只有安尼假做歹相当特色想要来温存来隐瞒什么款的真实的事情。比如讲，有人就爱夸口讲家己的智商有偌悬开嘴合手就讲家己的能力有偌好，拢比别人较好安尼然后咱就知影看最近又搁去互检察官控告成功又搁要关倒转去看起来智商嘛毋是介悬啦最近呢，有某一个教会内部发生问题，结果有人就急的发出信息就开始攻击教会的同工啦，甚至急的公开说明中间搁真假无卫生，用圣经来骂人安尼攻击某一个大教派好那家己是上清高的上清廉的安尼啦这个大教派好敢若亲像安尼本土共款安尼搁有其他类似的情形，其实拢共款啦其实伫因的言谈的中间，家己拢泄露出一真大的破绽，只不过是因当事者家己掠做讲足有智慧结果去互家己的骄傲所隐瞒，真做上愚妄、上大的笑柄，却家己毋知影。所罗门王看免伊的囝，看免少年人，看免世间人的话，伊安尼讲伫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大卫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这个箴言会互人得到智慧甲教识，理解深奥的道理，会互人受教识，用智慧办代志，实践公义、公正甲公平。这个话互憨直的人有灵巧，互少年人有知识。咬假话会互有智慧的人听了加添学习，互聪明的人得到真的知识，会互人明白箴言甲譬如，了解智慧的人的话甲语言。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识。真正千万毋通藐视别人啦搁较毋通去藐视上帝的智慧。伫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提醒当代基督徒着爱分辨智慧。伊讲，
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有见识？若有，就用谦卑甲智慧，通过家己的好品行来表现出来。恁的心内若有恶毒、怨妒甲自私，就毋通夸口讲白贼来抵挡真理。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是属地、属血气的、属魔鬼的。因为有怨妒甲自私，就有混乱甲逐项歹的行为。对顶面来智慧，头一项是纯洁，过来是和平、温和、有度量、充满慈悲，佮熬结好价值。无偏私，无虚假，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也的政治所结的果子。简单来讲，就是一位基督徒是毋是有真实为着社会带来利益，或者是为着教会带来和平来努力。这就是咱咧判断是毋是有这个对天顶来智慧的标准。迄个攻击教会同工组织、教会组织的人，却为着家己的将来无少，造成教会分裂。这敢合上帝的旨意吗？伊敢真正有智慧吗？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耶路撒冷啊，着称赞上主。锡安啊，着上赞你的上帝，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束缚互城内的人。伊互你境内和平，用上好的麦互你食饱。伊地发出命令，伊的话传播真紧。伊落雪亲像羊毛，落霜亲像火狐，伊落袍亲像幼鸟。伊透冷风，啥人挡会牢？伊一个命令，正会就拢扬起。伊起风，水就流。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将伊的命令甲规例指示以色列。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伊的规例因毋捌。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但愿每一位兄弟拢会当追求真的智慧，成做一位和平的使者，上帝忠心的仆人，违信上帝的呼召以及教诲，无求家己的利益，只有求互人得到利益来荣耀主的圣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